大家坐定定，我哋今日要講一個好沉重，但係每一個香港人都避唔開嘅話題。當你行過大圍，見到嗰間開咗超過30年、承載住無數人回憶嘅生昌潮州海鮮酒家都掛起嗰張結業告示嘅時候，我知香港飲食業嘅中產崩塌唔再係恐嚇，而係一個已經發生緊嘅現實。生昌執笠絕對唔係一間普通老字號唔夠人做咁簡單，佢係一個警號，話俾我哋聽，香港嘅中產飲食空間正喺度被徹底抽乾。以後我哋嘅選擇係咪真係只剩返幾千蚊一餐嘅富豪飯堂，同埋幾十蚊一餐嘅兩餸飯？嗰種有情懷、有質素、價錢合理嘅中產飯堂，係咪注定要被呢個所謂嘅效率時代徹底驅逐？我哋先嚟睇下生昌潮州海鮮酒家，呢間嘢喺大圍扎根咗超過30年。如果你係喺80、90年代長大嘅香港人，你一定明白生昌代表緊啲乜嘢。佢唔係嗰種裝修到懶係高級，要你着西裝打呔入去嘅地方，但佢亦都絕對唔係路邊隨便一檔大排檔。佢賣嘅係一種質素，一種人情味。你想食隻正宗嘅凍蟹，一碗鮮甜嘅蠔仔粥，或者係嗰碟炸到啱啱好嘅普寧豆腐，生昌永遠係嗰個唔會失禮嘅選擇。屋企人慶祝生日、老友聚會，甚至係生意上有啲小成就要慰勞下自己，生昌呢類餐廳就係香港中產階層最紮實嘅生活底色。但係到咗2024年，呢種底色褪色得好犀利。生昌嘅執笠背後反映出嘅係成個香港消費結構嘅斷層。我哋成日講企型發展，其實飲食業最明顯，最頂端嗰班富豪，佢哋嘅消費力依然驚人。中環、尖沙咀嗰啲頂級omakase、法式私房菜依然係一直難求，因為對佢哋嚟講，食嘅係資源，係身份，呢啲嘢係唔受普通經濟波動影響嘅。而喺另一端，兩餸飯嘅崛起簡直係奇蹟。由2019年到而家，兩餸飯由窮人一物變咗做全港通殺，由深水埗開到去中環核心地段。點解？因為平，因為快，因為飽。當你人工唔加，供樓壓力大，生活成本飆升嘅時候，兩餸飯就係生存嘅唯一選擇。問題就出喺中間。生昌呢類餐廳，人均消費大約係400蚊到600蚊左右。呢個價位，正正係以前香港最多人消費得起，亦都最肯消費嘅地帶。但係而家呢班人去咗邊？呢個就係大家近年最常用嘅一個詞，北上消費。喺2023年通關之後，香港人好似報仇咁樣衝去深圳。每到星期六日，羅湖、落馬洲、深圳灣口岸全部菜死晒。點解啊？因為同樣係500蚊港幣，你喺香港食生昌可能只係食到2、3樣嘢，仲要坐得好逼，又要趕住交台。但係你想去深圳，你可以食到頂級嘅潮汕牛肉火鍋，仲要有人全程服務，裝修又大又靚，食完仲可以去按摩、睇場戲。呢種性價比嘅降維打擊，對香港中價位餐廳嚟講係毀滅性嘅。大家計下數，一對中產夫婦加埋個仔，3個人喺香港中產飯堂食餐飯，連埋加一茶芥，輕輕鬆鬆就過千蚊。如果一個月食4次，就係4、5千蚊。但係如果佢哋選擇返大陸，呢4、5千蚊可以玩足4個週末。當效率同成本成為咗大眾消費嘅唯一指標，情懷就變得好廉價。生昌執笠，好多人會話係因為租金。冇錯，租金係香港飲食業嘅原罪。由1997年到而家，香港嘅鋪租升咗幾多倍？但係大家嘅人工升咗幾多？好多老牌餐廳，佢哋嘅鋪頭可能係自己嘅，或者係舊業主一直無點加租，所以先可以捱到今日。但係一旦涉及續租，或者係二代唔想接手，面對嗰種同市場脫節嘅租金壓力，老闆唯一嘅選擇就係指示離場。但我認為租金只係表象，更深層次嘅原因係效率對情懷嘅徹底驅逐。而家香港嘅飲食業正喺度進入一個連鎖化同預製菜化嘅時代。如果你留意下而家啲大型商場，
入面嚟嚟去去都係嗰幾間集團式經營嘅餐廳。點解？因為連鎖集團有議價能力，佢哋可以同地產商簽長約，佢哋有中央廚房，可以將成本壓縮到極致。你喺將軍澳食嗰碗雲吞麵，同你喺屯門食嗰碗，味道係一模一樣嘅，因為佢哋都係由同一個工廠出貨，去到鋪頭只係加熱同擺盤。呢種極致嘅效率，係生昌呢類講求師傅手藝、講求當日新鮮食材嘅老店學唔到嘅。生昌嘅師傅可能喺廚房做咗20年、30年，佢哋知點樣處理每一條魚，點樣控制火候。但係呢啲人手成本太貴啦。喺而家呢個講求快、講求標準化嘅社會，邊個仲願意等20分鐘等師傅幫你炒個鑊氣十足嘅小炒？大家寧願喺手機入落單，然後5分鐘之後就有得攞。效率正在殺死香港人引以為傲嘅鑊氣。而且我哋要睇下香港中產階層嘅心態轉變。以前嘅中產係有嗰種精緻嘅市井氣，我哋會追求好食嘅嘢，哪怕嗰間鋪頭喺橫街窄巷，環境麻麻，只要佢煮得好，我哋就覺得值得去撐。但係而家呢代人生活節奏太快，壓力太大，大家去食嘢好多時唔係為咗享受嗰種味道，而係為咗打卡或者係速戰速決。當你連食餐飯都要趕住返去開會或者處理小朋友份功課嘅時候，你仲有冇心情同老闆寒暄兩句？你仲有冇心情去品嘗嗰種慢工出細活嘅味道？生昌嘅離去，亦都代表住一種社區鄰里關係嘅斷裂。大圍生昌唔單止係一間食肆，佢係大圍人嘅集體記憶。以前啲人住喺附近，3代同堂去食飯，老闆見到你會叫得出你個名，知你中意食乜。呢種人情味係任何二維碼落單都取代唔到嘅。但係喺房地產霸權同全球化效率嘅衝擊下，呢種社區關係變得好脆弱。當鋪頭一間一間變成連鎖藥妝店、連鎖快餐店嘅時候，我哋嘅社區就變得面目模糊。大家有冇諗過，如果香港以後真係得返富豪飯堂同兩餸飯，呢個社會會變成點？呢個其實就係社會兩極化嘅縮影。富豪飯堂代表住極少數人嘅特權同享受，兩餸飯代表住廣大基層甚至係跌落嚟嘅中產為咗生存而作出嘅妥協。而中間嗰陣代表住精緻、多樣、有文化底蘊嘅中產餐飲就會徹底消失。當呢層消失咗之後，香港嘅飲食文化就會變得好單調。潮州菜、順德菜、客家菜呢啲需要時間鑽研、需要經驗累積嘅菜系，會因為揾唔到接班人，或者因為成本太高而慢慢失傳。取而代之嘅係嗰啲全世界都一樣嘅快餐，或者係靠大量調味掩蓋食材本身劣質嘅加工食物。呢種係咪我哋想要嘅未來？我成日喺度諗，生昌老闆宣布結業嗰一刻，佢心入面諗緊乜？係解脫定係不甘？我相信兩者都有。解脫嘅係，終於唔使再面對嗰啲每日開門就見到嘅龐大開支，唔使再為咗揾唔到樓面伙計而煩惱，唔使再驚業主突然加租。不甘嘅係30年嘅心血，咁多街坊嘅感情，最終都係敵唔過時代嘅巨輪。呢個巨輪係由幾個因素共同推動嘅。第一係宏觀經濟。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面對住全球利息高企、出口疲弱，中產嘅財富效應消失咗。以前大家炒股、炒樓賺到錢，去食餐豪啲嘅冇所謂。而家大家嘅資產縮水，當然係慳得就慳。第二係消費習慣嘅結構性改變。互聯網科技令到一切都變得透明，大家會喺網上比較價錢，會睇小紅書或者 OpenRice 嘅評價。如果一間餐廳唔識做網上推廣，或者唔符合後生仔嘅打卡審美，就算你煮得幾好食，都好難吸引到新嘅客源。生昌呢類老店，佢哋嘅客群正喺度老去，而新一代嘅消費力又接唔上去，呢個係最致命嘅。第三係人才嘅流失。而家邊個後生仔仲肯入廚房？以前做廚師係一門手藝，
係可以養活一家大細，甚至係受人尊敬嘅職業。而家入廚房係辛苦、熱、時間長，人工亦都唔係特別吸引。當後生仔寧願去送外賣，做 Uber 都唔肯入行嘅時候，老店嘅工藝自然就後繼無人。講返兩餸飯，點解我話佢係效率徹底驅逐情懷嘅象徵？兩餸飯嘅核心係流水線，佢唔需要名廚，佢只需要幾個工人將大鑊煮好嘅菜式分俾客人。佢唔需要細緻嘅服務，佢追求嘅係翻台率或者係外賣嘅速度。佢係工業化時代產物喺飲食業嘅極致體現。當一個社會連食嘢呢件咁有儀式感嘅事都變成好似入油咁樣嘅過程，我哋失去嘅其實係生活嘅質感。如果你問我香港飲食業有冇出路，我覺得好難，除非租金有大幅度嘅回調，或者政府可以喺政策上支持呢啲老牌老店，例如係稅務優惠或者租金補貼。但係呢啲嘢喺自由市場嘅香港，幾乎係無可能發生嘅事。生昌嘅招牌拆落嚟嗰一日，代表嘅唔單止係一間酒家嘅終結，而係一個時代嘅落幕。嗰個屬於香港中產，嗰個充滿煙火氣同人情味，嗰個雖然辛苦但係有希望嘅年代，正喺度一點一滴咁流逝。我哋而家可以做嘅，可能就係喺呢啲老店未執晒之前，去多兩次，記住嗰份味道。因為當呢啲味道消失咗之後，就算你再有錢，去到富豪飯堂食幾萬蚊一餐，你都揾唔返嗰種喺大圍街頭同成班兄弟一齊大聲講、大聲笑，食住碟炒蜆，飲住支大啤嘅快樂。呢種快樂係香港人嘅根，而家呢條根正喺度被效率同成本慢慢拔起。生昌執笠係第一塊倒下嘅骨牌，之後仲會有幾多間？我唔敢想象，但我知道以後我哋嘅餐台上面可能只會剩返冷冰冰嘅二維碼落單，同埋嗰一盒盒雖然熱辣辣，但係無靈魂嘅兩餸飯。大家睇下2024年嘅香港，街道上面雖然依然係燈火通明，但係好多地方已經變咗味。生昌所在嘅大圍，以前係充滿住小食店、充滿住特色小鋪嘅地方，而家呢？地鐵站上面起咗個大商場，入面全部分佈住連鎖品牌。你行入去，你分唔到自己係喺大圍，係喺沙田，定係喺尖沙咀。呢種千篇一律嘅現代化，係咪我哋想要嘅進步？如果所謂嘅進步係要以犧牲我哋嘅文化、我哋嘅回憶同埋我哋嘅生活多樣性為代價，咁呢種進步到底有乜意義？生昌嘅故事，其實就係好多香港人嘅故事。我哋努力咗大半世，以為自己已經進入咗中產階層，可以享受下生活。點知一場疫情，一場經濟轉型，就將我哋打返原形。我哋開始要計住，食飯要睇價錢，旅行要揾性價比。呢種心理上嘅崩塌，比起物質上嘅貧窮更令人難受。因為你見過好嘢，你食過好嘢，你知乜嘢係質素。但係而家你被逼要接受平庸，被逼要接受效率。生昌執笠係一聲長嘆，佢嘆嘅係老一輩創業者嘅無奈，亦都係嘆緊香港飲食業嘅前路茫茫。如果你係生昌嘅熟客，你一定會記得嗰陣時嘅熱鬧。如果你未去過，可能你永遠都體會唔到點解一間普通嘅潮州酒家結業會引起咁多香港人嘅共鳴。因為我哋驚有一日，當我哋想揾一間有人氣嘅鋪頭食餐飯嘅時候，我哋發現整條街都係冇人化嘅自動售賣機，或者是嗰啲千篇一律嘅兩餸飯檔。我哋驚我哋嘅下一代根本唔知乜嘢係鑊氣，唔知乜嘢係人情味，佢哋嘅味覺記憶只會剩返味精同埋預製菜嘅味道。呢場中產崩塌係由上而下，亦都係由內而外嘅。當一個城市嘅中堅力量中產階層都開始要為咗一餐飯而掙扎，要為咗慳錢而北上嘅時候，呢個城市嘅生命力其實係喺度枯萎緊。飲食業只係一個窗口，透過呢個窗口，我哋見到嘅係一個更加龐大、更加深刻嘅社會危機。效率係一個好動聽嘅詞，但係喺飲食嘅世界，
效率往往係美味嘅天敵。你要快，你就冇得慢火細熬；你要平，你就冇得追求頂級食材。生昌呢類餐廳，佢哋嘅存在係為咗話俾我哋聽，生活唔應該只有效率，生活應該有留白，應該有嗰啲無效嘅寒暄，應該有嗰啲浪費時間嘅等待。但係現實係殘酷嘅。2026、2027年，香港嘅飲食業仲會變成點？會唔會連兩餸飯都漲價到我哋食唔起？會唔會連富豪飯堂都因為無客而要轉型？我唔知，但我唯一知嘅係，生昌嘅結業告示會永遠留喺好多人嘅心入面。下次你經過一間你中意嘅老字號，記得入去坐下，唔好理佢係咪要等位，唔好理佢個服務員係咪黑口黑面，因為可能聽日佢就會變成另一間兩餸飯店，或者係另一間空置嘅鋪位。香港嘅飲食魂正在一點一點咁消失。當情懷被驅逐，當效率成為唯一真理，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輸家。我哋失去嘅唔單止係一碟普寧豆腐，而係嗰種屬於香港人嘅獨一無二嘅生活方式。生昌，多謝你呢30年嚟帶俾大圍人嘅溫暖。雖然你走咗，但係我哋會記得嗰陣味道，會記得嗰種喺狹窄空間入面散發出嚟嘅最真實嘅香港煙火氣。希望喺未來嘅某一日，我哋唔使再喺富豪飯堂同兩餸飯之間做抉擇，而係可以重新擁有一間屬於我哋自己嘅有情有義嘅中產飯堂。呢個世界好現實，但係我哋唔可以因為現實而變得麻木。如果你都覺得呢種中產崩塌係一件值得關注嘅事，請你多啲去撐下嗰啲仲喺度堅持緊嘅小店，因為佢哋每生存多一日，香港嘅飲食文化就多咗一份希望。生昌嘅離去係一個時代嘅終結，但亦都係一個反思嘅開始。我哋到底追求緊啲乜嘢？係追求嗰啲冷冰冰嘅經濟數字，定係追求嗰份有溫度嘅人情？呢個問題可能每個人心入面都有唔同嘅答案，但對於我嚟講，我寧願要一碟有鑊氣、有誠意，雖然貴少少嘅潮州小炒，都唔想要100盒免費但係無靈魂嘅兩餸飯。呢個係我作為一個香港人，作為一個消費者，最後嘅執着。生昌，再見；大圍，再見；我哋記憶中嘅嗰個香港，再見。但願喺下一個輪迴，我哋可以揾返嗰份失落咗嘅味道，同埋嗰份失落咗嘅做人嘅尊嚴同生活嘅質感。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呢篇稿雖然長，但係每一句都係我嘅心聲。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呢份沉重，亦都可以喺沉重之中揾到一絲絲守護自己生活嘅力量。下次見。